希伯来書第3章，上帝所献召、所審撇的眾兄弟姊妹啊，你哋愛好好冥想耶穌，佢係上帝所差派嘅，係愛到信仰所高拍嘅大祭司。佢對獻召佢來工作嘅上帝親忠心，像摩西在上帝嘅全家親重工作一樣。仲係耶穌有資格比摩西神書更大嘅榮光，就像起屋嘅人所得嘅榮光超過佢所起嘅屋一樣。但間屋係人起錯嘅，仲係創造萬有嘅係上帝。摩西在上帝嘅全家做忠心嘅僕人，為到上帝後來所愛講嘅話作證，仲係基督用拉耶嘅身份忠心處理上帝嘅家。我哋那因為所盼望嘅勇敢到底、確信到底，我哋就係上帝嘅一家人嚟。所以像聖靈所講嘅，因本日你哋那聽到上帝嘅聲，就唔好按硬頸，像頭擺一樣配合上帝，像當時在曠野試探佢。上帝講，40年嘅當中，你哋嘅祖先雖然看到我所行嘅，佢哋還係在該位惹我試探我，所以我對該時代嘅人發現講，佢哋好似切按唔忠心，又唔服從我嘅命令，我在怒氣中發誓，佢哋絕對做唔得入去該地方，享受我所施嘅安息。我嘅兄弟姊妹啊，你哋愛細意哦，驚怕你哋當中有人心思敗壞，唔肯相信，離開永生嘅上帝。最後，còn還有所謂根本日嘅時節，你哋愛日日彼此見面，免得你哋中間有人笨嘴迷惑，變做硬頸。因為我哋那堅持當初嘅確信始終不變，我哋就係基督嘅同工，就聖經所講嘅，根本日你哋那聽到上帝嘅聲，就唔好按硬頸，像頭擺一樣配合上帝。係乜人聽到上帝嘅聲，要配合佢呢？咁唔係摩西對埃及帶領出來嘅人民嗎？嘅40年嘅當中，上帝係對乜人發現啊？咁唔係佢哋因為犯罪，生死忘在曠野嘅人嗎？上帝發誓講，佢哋絕對做唔得入去嘅地方，享受我所賜嘅安息。呢句話係對乜人講嘅呀？咁唔係對佢哋配合嘅人嗎？對安樣來看，佢哋無法度入去嘅地方享受安息，係因為佢哋唔信。